宋聘咧作為解放前嘅五大茶莊之一咧，佢係當係茶王嘅，因為佢嗰陣時做出嚟個品質最高，質量好，影響力又高。咁宋聘入邊亦都有分有藍標宋聘同紅標宋聘。如果成筒嘅紅標宋聘喺拍賣市場嘅拍咧，呢個係首次出現。紅就代表最高個品質，咁藍就係佢個品牌嘅日常嗰啲嘢。咁紅標佢係一個好少量嘅紅標，個口感更加好過藍標。用料去到芽頭，加多啲芽頭，用料係更加上乘咯。特別係我哋今次拍賣呢筒紅標宋聘紅，第一完整度好高，大家睇到下邊係未擦過嘅，都係一個好原始嘅狀態。因為從我哋專業睇咧，有擦過咧，其實啲竹面就冇咁完整㗎啦，亦都係每一片之間距離或者個擺法完全唔同嘅。所以好似今次呢筒咁完整嘅又原裝嘅狀態又咁好嘅，2、4、6條竹面都好完整嘅話，呢個喺號級茶入邊係好少見嘅。咁喺號級茶入邊咧，以前啲茶咧超過100年左近嗰啲茶，可以做到即係儲存到江涌嘅儲存，其實少之又少。特別係紅標更加難得一見。咁所謂嘅江涌主要係講翻個濕度咧，以翻數據嚟講，長期應該擺喺60到70個濕度之間。咁如果擺喺濕度，譬如話70到80左近嗰啲嘢，轉換得佢個口感或者個通色會對糯少少同埋深少少嘅。咁呢個通色應該係比較偏金黃色嘅。好多拍賣行咧對佢啲超高價個產品都做一個估計對算。咁人哋唔知道價錢嘅話，會嚟宣問話，究竟呢個定價幾錢？咁有利於拍賣行更加了解個市場對佢個關注度。1917年，乾利貞同埋宋聘號聯婚咗之後呢，兩間茶莊合為一間，咁出咗一個乾利貞宋聘號。後期啲人呢，為咗乾利貞宋聘號太長啦，所以後邊啲人就叫佢話宋聘號宋聘號。如果你睇翻佢內飛嗰度呢，佢係乾利貞，而唔係我哋平時見到嘅合併後嘅俗稱為寶聘號個內飛。第二個方面呢，文字嘅印刷，佢係用比較早期嘅木板印刷，推測咧應該係1910年之前，係清朝嘅產品嚟嘅。我哋去斷定，我哋到目前為止見到最早一片嘅乾利星。因為如果一片茶做茶咧，純粹係用芽頭嘅話，咁我可以斷定10年8年一定好好飲嘅。但係咧，超過時間咧，佢已經慢慢弱化咗啦。咁樣，咁唔理後邊個存貨，所以個存貨要轉換得好咧，一定要粗葉、款、黃片。款就係嗰啲粗枝大葉嗰啲款，咁我哋就叫佢加入呢個款。呢個亦都係百年茶個靈魂之一嚟嘅。當其時五大茶莊啦，咁樣佢啲大家嗰啲配方味道其實佢各有各個方向。咁宋聘號係偏藥香味多啲嘅，陳雲號係偏醬香味多啲嘅。喺呢筒陳雲號咧係叫正陳雲號。點為之正陳雲號咧？就係白底黑字，因為係陳雲號有白底黑字、白底藍字、藍底黑字，有幾種產品嘅咁樣。咁呢個係白底黑字，係市場公認最好嘅陳雲號。呢個亦都係完整嘅竹殼、完整個竹面，咁啊沖瓷都係良好。而家市面上要見到一筒好完整嘅陳雲號，好完整嘅狀態嘅話，亦都咁重嘅重量嘅話，少之又少。咁印級茶又有咩代表呢？印級茶大家一定知道紅印。中國1949年解放咗之後，新中國成立嘅第一片茶。咁呢個係第一次有咗呢個包裝紙喺出邊。佢因為成個版面係紅色嘅，所以大家都叫佢話紅印。咁我哋今次呢筒紅印呢，好完整狀態嘅，沖瓷都好光。頭先介紹咁多嗰啲精彩嘅拍品呢，將會喺2025年嘅11月30號
喺銅鑼灣時宏拍賣有限公司個場地嗰度拍賣，到時將會與大家一齊見。